这几个月来，是我一生之中过得最开心的日子。有生以来，只是太快，太短暂了。我今天来是给大家道别的。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在没有我的日子里，你们大家都好好的。你们一定行的，保重。刘老师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找一个答案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刘老师怎么了？难道学校又停课了？谁能解释一下？谁都解释一下呀！其实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多。我不是在酒吧打工吗？廖老师有一个好兄弟叫叶小白，前2天被打死了。还有我们这一次的月考成绩考这么差，我知道的也就这些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想的什么，在我心里只有2个字：团队、规矩。我想问问大家，有谁愿意被人看不起？有谁愿意被人骂惨成是垃圾袋？我们总说我们不想这样，不想那样，但是有谁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真的用心去做了吗？去努力了吗？这次不是赌钱，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我们自己。科比说过一句话：一场比赛总是会有人赢的，那为什么赢的人不是我们呢？行了，你别废话，说我怎么做。还是那句话，谁不想现在就来？那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下完课之后，晚自习，再等我。